2024年破地獄同九龍城寨之圍城呢兩部電影喺香港錄得過億票房，破盡本地紀錄。雖然係咁，香港電影業嘅整體表現未盡如人意。2024年全年票房總收入僅超過13億元，創下近13年嘅新低。同年更加有9間戲院結業或者宣布暫停營業。電影票房同戲院營運唔理想，有人隨即反射式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，批評當局不作為。呢種說法忽視咗政府對香港電影業發展嘅長期支持。政府一直透過電影發展基金支援香港電影業嘅發展，至今已經注資近30億元，資助過100部電影，攞到超過160個本地同國際獎項。當中不乏大受市民歡迎嘅影片，例如係《毒舌大狀》同《年少日記》。政府亦都透過基金資助香港電影開拓境外市場，並且喺唔同嘅國際電影節贊助放映香港電影，以提升香港電影喺世界嘅曝光率同知名度。為咗協助香港電影走向世界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喺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出，資助與歐洲同亞洲國家合拍嘅電影。政府喺2024年亦都同國家商務部簽署修訂 CEPA 協議，容許香港投資者喺內地開公司發行香港電影，擴大香港電影業界嘅發展。面對網上串流平台嘅興起，莫講話要觀眾俾錢入場嘅電影業啊，就連免費嘅電視業亦都遇上收視同發展樽頸。而家只要拎住部智能手機就可以隨時睇戲煲劇，要市民入場睇戲確實係越嚟越困難。唔同地方嘅電影業面對同樣嘅問題。根據電影票房資料分析平台貓眼專業版嘅統計，2024年全球電影總票房僅超過278億美元，較2023年跌咗5.3%。全球最大兩個電影市場北美同內地嘅票房都錄得下跌，北美跌咗3%，而內地嘅跌幅更加超過2%。其實就算政府提供幾多支持，電影業界仍然需要積極主動作為，以識變、應變、懂變嘅態度去面對挑戰。例如戲院經營者就要發揮創意思維，突破困局，善用戲院嘅優質投影技術同音響組合，令戲院嘅用途更加多元化。賣座電影離唔開優秀嘅故事，或者能夠帶俾觀眾好嘅感官享受。香港擁有大量優秀嘅後期製作人才，史力加之父動畫師許成毅就係電腦動畫界嘅一位傳奇人物。而幾年前大賣嘅港產特技電影《明日戰記》，亦都反映香港有出色嘅後期製作能力。最近曾經參與《復仇者聯盟》等多部荷里活電影嘅視效製作公司數字王國落戶香港，並且計劃喺2029年年底之前投入大約2億400萬元嘅資金，相信有助香港電影業界喺呢方面進一步發展。今時唔同往日，觀眾唔係俾唔起錢，而係拒絕單單為咗港產片3個字就入場，花錢花時間去睇啲冇質素嘅作品。縱然係咁，電影業界只要用心思製作題材創新、高質素嘅電影作品，自然會叫好又叫座。